这是陈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，耶稣教咱祈祷第一，咱大家来享受。咱搁一家做伙来祈祷。只是个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听候你的神。主啊，你的神临到伫阮的生命中间，做阮生命的活水泉，互阮对心中庆出而乐的歌声。因阮知，人我的若无圣神的引带，的确拢是空空。主啊，你来帮助生活教会众兄弟心神开阔，是因为上帝的疼甲恩典，互阮每一日拢活伫上帝阴光的光在内面。互阮拄着恶担当的事的时，阮无软志，因为主的恩人常常藏伫阮的内底，互阮看到头前阴光荣耀的一时。主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当阮悲伤的时，阮心中永远阁有一个平安的听候阮。因为主的平安喜乐，常常伫内面咧安慰鼓励阮。主，阮知你的疼毋捌离开过阮，对阮做囡仔的时，到伫年老的时，你拢共款，共款的疼，共款的恩人，共款的信心，甲共款上帝你的圣手，拢牵伫阮头前的路站，带阮来行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你使我帮助。伫2018年整个的年度的开始，主你特别赏赐阮新的希望、新的意向，互阮行伫上帝旨意的内面，互阮无行对歪错的路顶头去。感谢主，新化教会完全顺服伫上帝你的带领。阮的祈祷感谢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咱的姊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耶稣伫伊的学生的要求下面，开始咧教伊的学生祈祷。你若注意看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的记载，特别是伫即段经文中间所记载。一开始有一个门徒对耶稣来问讲：主啊，你来教阮祈祷，亲像约翰咧教伊的学生祈祷共款。约翰就是加西利约翰。咱来知影，古早时代遮个老师拢会教伊学生要安怎样祈祷。所以祈祷并毋是免学习的，祈祷需要学习。祈祷啦，学习的时阵，都渐渐哪来哪深，哪来哪入去圣神的同在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经文中间第一句话叫做“愿伫天里的爸”。愿伫天里的爸，即句话。我昨拜六暗时的时阵，参加了华语下礼拜遮个正当甲兄弟姊妹分享，迄叫做通关密语啦。阮伫天里的爸，亲像阿里巴巴要去找迄个宝藏的时阵，爱讲一句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门就开啊，内底有足侪金宝啦财富落伫内底。咱咧知影祈祷的时阵，头一句话叫做阮伫天里的爸，即个嘛是通关密语。咱若是会使了解即句话的时阵，你就开始将迄个门拍开，然后渐渐入去上帝的同在内面。上帝的国度需要有第一步的开始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，耶稣开始教伊的学生祈祷的时阵，第头一句话叫做：你爱认上帝做老爸，你爱了解上帝是你的老爸，你爱经验过上帝是你的老爸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神秘经验的一款，神秘经验的一种。无一个人会讲神是伊的老爸，伫古早时代无人安尼讲，总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安尼讲。所以咱会使真清楚知影，咱的主一定甲伊的老爸有真亲密结连的关系。所以我要伫遮甲兄弟姊妹讲，看袂到的经验叫做神秘的经验。人甲人讲话，迄毋是神秘的经验，但是人若甲一只猫仔讲话，迄就是神秘的经验，敢毋是？你若咧等公车，迄个边仔徛一只足大只的猫仔，甲你讲话，迄叫做龙猫嘛。咱看卡通是拢安尼演的，对无？迄就是神秘经验。但是圣经内底，伊咧讲的是人甲上帝讲话，上帝咱看袂到，总是人甲上帝讲话，迄就是一句神秘经验的话。所以主要甲咱教，耶稣基督要甲咱教，咱爱对遮做一个开始。所有的信仰拢是靠上帝相拄着最开始，并毋是听什么大道理，嘛毋是听什么款的教训，然后你就是上帝的后生，毋是。
你爱拄着上帝。当咱拄着上帝了后，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证明，你就是上帝的囝。教会是咧帮助咱会使找到老爸的所在，迄个老爸是属灵的老爸。所以咱无伫遮讲做一科学的物件，嘛无伫即个所在讲做一心理的物件，因为迄拢是帮助咱了解人。总是咱人要了解神，你就爱照神的话去行，你就渐渐了解啥物叫做上帝，啥物叫做上帝的心，啥物叫做上帝是咱的老爸的心，你就渐渐明白。所以一个人若无要行道理，敢若听无要行，永远无了解上帝为什么是老爸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需要去理解这项事。做侪人的信仰卡伫遮，因为伊感觉安尼就是信仰，总是无需要来你讲，安尼才是信仰，毋是安尼才是信仰。听有意思无？咱若开始去理解上帝是老爸，开始去行道理，了解伊的心意的时阵，才是信仰的一开始。做侪人伊感觉教会所讲的是一个足久以前就听过的代志，所以逐礼拜你听感觉足无聊。有个人讲即款的叫做饥饿啦吼，就是讲食起来无味啦吼，要来听佫可惜。总是我过去嘛是安尼想吼，我想讲教会原本伊所设立的目的应该毋是安尼啦吼。总是我细汉伫阮的台中的教会大汉的，我常常拢感受袂到啥物叫做上帝，真正感受袂到啥物叫做圣神。而且呢，咱咧看圣经的时阵，过去的传统长老教会使徒行传完全拢无看。所以直接来跳过了吼，咱就干那看保罗先生甲述福音这样记载，真拍摄。咱需要我倒来到圣经的所记载内面来去了解上帝。我是第四代基督徒，对细汉就参加主日学、参加团契，嘛参加圣歌队，总是这对我的帮助所有限。但是我的信仰有一个足大的提升甲无共款的开始，是因为基督这开始。我毋是用任何外在方法，我是因为亲身拄着上帝。所以有一个人捌安尼甲咱讲啊，古伦神父讲，有人因为基督改变因的信仰，而且伫基督内底渐渐实在信息。所以咱袂使讲基督无重要，基督最重要，绝对爱相信基督，而且爱相信基督。因为你咧基督的时阵，我毋知你有即款经验无？你咧基督的时阵。有亲像你穿伫一领衫内底，你咧祈祷的时阵，有亲像你伫一个火内面无？你咧祈祷的时阵，敢有亲像你徛伫外面，然后雨咧淋，迄款感觉，迄就是信息。咱会常常去理解这个经验的时阵，你的信仰会完全无相像。当阮拄着上帝了后，我头一个想法，就是原来有一个老爸。所以圣神互我的第一个念头甲感动是老爸。伫初代教父一个叫奥利根的初代教父捌讲过一句话讲：没有人能够称上帝为父亲，没有人，除非他已经被上帝儿女的圣灵所充满。圣神互咱加做上帝的囝，所以咱会讲上帝是老爸。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嘛是安尼。当我醒起来了后，我发现我伫天顶有一个老爸，而且伊对我做囡仔的时阵，就常常陪伴我。只是我无愿意去接受尔，只是我无愿意去面对尔。我常常讲感觉我需要靠家己的头壳来奋斗我家己的人生，所以我常常用家己的方法要来超出我人生的幸福。这拢是正确的，伫咱的社会内底拢是正确。总是你若看圣经内面，安尼无够，请你爱记咧，爱去找老爸讲，请你问你的老爸讲，我这世人要做啥物头路较好？迄个老爸就是上帝。我这世人爱行啥物路径较好？请老爸甲我教。我想听你的老爸绝对会甲你讲，你爱安怎行？因为这个老爸最有智慧，毋是肉体的老爸，是灵的老爸。所以我伫遮要甲咱分享。当咱拄着信仰中间迄个神秘的时阵，你绝对会讲上帝是咱的天父。第二，我要讲的是圣神，互我第二个感动叫做偏心啦。当你拄着圣神了后，你会感觉上帝乃对你遮好诶。足侪人会使偏紧着你来坐大位，偏紧着你来负担这个事，偏紧着你，互你好诶稳定甲财钱，足奇怪。
那叫拜吼拜袂着，总是为虾米是你？我要直接甲咱分享，上帝疼伊的囝，绝对是偏心，伊用偏心来对待伊的囝儿，所以我要直接来彼此来勉励。我会记得我做兵的时阵抽签，阮妈妈为着我要抽签，拜托阮台中教会牧师讲，来阮到做家庭礼拜，做2届的哦。结果去抽签的时阵吼，现抽到啦47支签内底，敢若1、2支是伫台湾尔，我迄支伫咧台北市。我抽到了后，哦，逐个拢毋甘愿对心肝咧，因为逐个拢咧等迄支啊吼，啊，做者台清华的遮个博士班的学生。对心肝，因为伊拢抽到妈祖金门甲武昌咧，伊拢爱出去外海，结果我敢若一个人伫咧台北市咧。总是你若照拜吼，拜袂着我，因为因真正足优秀。总是我有上帝，所以上帝互我抽到的时阵，我深深地感受着讲，为虾米是我？若照拜轮袂着我，总是上帝偏心，互我拄着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要知影，圣神会引带人，圣神会互你一个足大的感觉，就是好特别的感觉，好幸运。上帝的偏心竟然发生在我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保罗前书有共款的看法吼，哥林多前书1章27节吼，伊有讲一句话讲：若是上帝顶世间的五迷来互智慧的人见笑，上帝也因世间的软正的来互勇壮的见笑。上帝敬的，就是上帝所疼。软弱的甲勇壮的是人咧分的啊，咱敢若咧分大细汉。做是上帝看你眼中的时阵，无安尼看，敢若看到伊所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你会记，上帝的做法是即项。过来，我要直接甲咱勉励，上帝的偏心，我偏伫对。当你做一件好事的时阵，伊带你记条条。当你做100件歹事的时阵，只要你回头转来，伊就拢甲你放啊回去。这敢毋是老爸心？老爸心敢毋是疼咱的？所以当你做一件事，伊就因世代甲你记了。我深深有即款的体会，深深有即款的感动。所以兄弟，你毋通为着过去你所做啥物款的事，伫遐感觉不准，遐拢是暂时的。只要你会记得，上帝甲你拍分数是拍你做对的迄个部分。所以你只要回头答对一题就满分了啦。虽然你99题答错，那也不重要。主考官认为那个不是考试满分。所以，咱你上帝做特别吼，你要伫遮真明白来理解你的上帝是安尼的上帝。第三项，上帝通过信心互我拄着了后，第三个感动叫做自由。自由是啥物款的意思？就是你提早知影，明仔载要考试的题目较大。明仔载现在要考试啊，结果咧，你今仔日就知影要考啥物，然后答案是啥物。我问你啦，今仔暗时好困，毋免烦恼啊，毋免熬夜，你拢知影要考啥嘛。所以明仔载分数你拢知影，90分以上啊，你大概拢会了解。所以，啥物叫做上帝互咱的自由？就是你提早知影明仔载的事，你提早知影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讲。有足侪圣经内底的人物，拢甲上帝讲，伊求上帝互伊智慧，会使知影将来要发生的事。迄就是一款的自由。我会记得我伫新下伊咧读册的时阵，我捌问过一间教会，迄间教会呢足特别，因为伫迄间教会内底，我去录一只猪仔吼，迄只猪仔全走对迄个隔壁的西非伊咧去，然后我就用刀仔来插一个，迄只猪仔就消失伫西非内面。迄是一个梦吼。做是咱知影，梦有分乌白梦、凊彩梦，甲上帝咧来你讲代志的梦。爱看上帝，就是那个象征、抽象意义，把它拿出来看。我后来一直咧想即个梦，当我去国信报道的时阵，我就发现足奇怪，一间西门边仔哪有2间教会？我伫山顶查，我梦亲像咧共款要共款。我去问在地老长老，伊甲我讲过去原本的教会是迄间。就是隔壁有7迄间，总是迄间呢。过去的财产登记的时阵，登记伫私人的名下面。当宣教师转去欧洲了后，遐个地呢，全部去啊，遮个私人登记的人占去啊。所以即摆你所看到的邮局、电力公司甲7那个，拢过去拢是教会的地。所以
为什么会提早知影？猪啊，伫圣经内底所记载，其实是一个贪婪的象征。我为什么会知道？所以当我们到新的地方去，发现已经看过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要好好的为上帝做工。上帝提早甲你讲迄个所在属灵的经营，属灵的经营甲你讲时阵，你敢有免感觉平安甲自由？你知影，这个事伫上帝拢看伫眼中，伊拢知影过去的事、现在的事甲将来的事，伊拢看透透。所以咱对上帝爱有敬畏的心。通感觉讲你孤单，上帝听你，你毋免孤单；嘛毋通感觉讲上帝会使抚办你。我要甲咱讲，上帝嘛合咱会使清楚知影，伊拢看伫咱中。后来伫4年前，我伫国信有一届暗时，嘛是共款做梦。我梦到一间教会有一寡救婚，迄间教会做特别的，有一寡救婚的发生。然后，我要甲咱讲，迄间教会拄好是一间正路冲的教会。所以我来到这，我要甲咱见证，咱所做的事，上帝拢看伫眼中。上帝的信心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咱毋免烦恼。这就是正当的自由。做这代志，上帝早一步拢放伫做这无共款兄弟姊妹心中。当我来到生活的时阵，做这人甲我讲，伊过去捌受着啥，感动着啥，做着啥物款的人，斗起来。你会使发现，上帝拢不时咧甲咱讲，伊的心意是啥，伊看到是啥，伊将来会使安怎处理。所以啊，这当然基督徒一定会感受到自由，因为你从天上得到情报了。你早就知影迄个情报啊，你看到烦恼将来战争要哪拍，所以基督一定会发生这个事，请咱可能心中自由的代志一定会出来。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有讲一句话，讲。信就是所蕴含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切据。就是讲，代志你拢无看到，但是你已经知影会安怎发生啦，会安怎结束，会安怎修补。所以像这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，是对上帝来。第4项我要来补充的是，信心互我第4个源头，叫做爱相信。爱相信，因为伫这个世界，当咱接受着圣神了后，你会发现，毋是干那圣神甲天使尔，还有无共款的困难伫这个世代。伊会引诱人，伊会互你感觉来教会无爽快，伊会互你感觉祈祷无路用，伊会互你鼓励你，将你的时间当作你的时间。咱听有意思，你的时间是啥物人的？上帝的。总是咱常常一直咧想，我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。但是你敢知影，你会使活偌久？你有偌济时间会使起来伫教会内底服侍？你无法度有即款的把握。你的时间是上帝决定，所以这请咱会记得，你的时间若是你的时间，你就爱注意。你的一切若是你家己会使决定的，请你嘛爱细腻，请你爱将上帝话放伫心中。爱细腻才会引诱的声音，你爱知影，当人时间渐渐逼近了后，伊哪来哪清楚，这个世间所有荣华富贵拢是暂时。第2个阶段要入天国的时阵，上帝爱你高效，爱高效。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或者牧者很严厉？原因就在这2个字：要收账。上帝要甲我讨效。所以我袂使无高效互上帝，伊一定会甲我问讲，过去你伫教会内底所讲的，甲有符合我所教导的。伊一定会甲咱问讲，你的时间有奉献伫我的信仰内底，有照上帝天国的意思来行无？我想这咱爱放伫心中，所以兄弟，请你爱注意，所有引诱的困难，拢要互你离开上帝的声音，离开上帝的心意，互你感觉你即马靠家己就会使。总是那个叫做过度乐观，过度的乐观，当你20岁到40岁，你绝对同意人生家己奋斗。总是40岁到80岁，你渐渐就无同意啊。你会感觉讲，回头转来看，足奇怪，有的人就无真正足够的，但是伊就过了比我较好。有的人就是特别辛苦的人，总是上帝带引带1万里久，伊就过了袂歹，而且佫专心伫教会服侍。咱爱知影足侪转变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
20岁到40岁咱靠家己，总是这是假象。当你的身体软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靠自己靠不住，人无外头，唔通靠咱家己。所以我要直接甲咱分享。以弗所书6章12节又讲了一段经文，讲因为咱的交战唔是抵得血气的，就是抵得这个办剑术的，这个掌权的，以及这个暗示，这个诸君王以及天中派的心理。和啊，不是安尼写，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咱有一个对敌。这个对你常常鼓励你离开信仰，靠家己就好。因为伫教会看到做者无好的见证，咱就想要离开。因为咱祈祷上帝无听，无照咱的心愿来发生，所以咱想要走。我想这是足合理的人生的一部分。做是莫听这个声音，你爱知影，爱将你家己当作是上帝囝安尼来看待。倒来到教会内面，去领受迄个正港神秘的开展，上帝听你。所有你拄着的代志拢是功课。为啥你讲是功课？因为你若学会晓，就免学啊。你若学袂晓，20年搁咧学共款的功课，有诶咧学忍耐啊，有诶咧学信心啊，有诶咧学奉献，有诶咧学甲人同甘。你爱知影，这个功课你若学会晓，毋免20年，你若2年就通过啊。自然，你的分数分科加强了后，增强了后，你就爱学别的功课，不会同一个功课一直学下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要怎祈祷？咱伫遮开始要来讲，请你尊重最开始，敬畏上帝最开始。我来举一个例吼，如果你若听到有人咧讲警察，伊若警察这两字讲做警察啊，我问你，警察啊若来伊会插伊无？袂啦吼，警察甲警察啊差一字尔嘛吼，总是后面加迄字，你就感觉讲对警察无尊重，所以警察要执行的事，伊无看重，伊嘛感觉凊彩，所以呢，常常会去挑战公权力。过来，我要来讲，过去读册的时阵，常常拢会听到同学咧讲吼，教授也无老啊，教授啊，会教的也受，拢爱讲笑啦，啊，会教的也受。总是我发现咯，常常安尼咧批评老师的人。常常拢是学府无及格的人，对老师无尊重的人，奇怪，伊去考就袂过咧。奇怪啊，我感觉足奇怪对无？但是请你倒来看，若尊重你就开力，若无尊重你就丧失你的开力，足特别的吼。上帝互咱即款的经验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伫遮来分享，请你会记得开始尊重上帝的名，用尊重的心态，甲加一项叫做敬虔的心来尊敬上帝，你会对上帝遐来得到帮助。敬畏上帝上少有3款的好处。第一项叫做保护，诗篇34篇第7节讲，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会四围扎营来拯救因。敬畏神的人，上帝会差派天使在他的家四周围保护他，避免邪恶的引诱，避免邪恶的损伤跟杀害。所以咱爱伫遮知影，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会派天使来甲保护。第二项，诗篇60篇第4节讲，你用旗收束敬畏你的人，通为真理压起来害。旗，互咱压大旗徛伫头前，众人来跟对你，这个旗是上帝所收束，这个叫做被助攻。咱咧拍篮球的时阵吼，头前5个人咧来守啦。所以你要调分真困难，做是若是有你同款的队友，找到一个空档，真好的机会，时间点也好，打球传互你，啊，你真简单，伫无人的防守的下面，你就调分，迄叫做助攻啦。但是你是被助攻，调分是啥物人？你哦，但是啥物人甲你助攻？上帝。所以上帝互你举大旗徛伫头前，啥物意思？今仔日你的地位是上帝互你的，而且你所讲话是真理。这个真理不是你家己想出来，嘛不是咱家己去发明的。这个真理是对上帝来的，所以当你有这个物件的时阵，众人要来跟对你。所以咱伫遮爱真清楚知影，主的问题是对咱敬畏上帝做开始。当咱尊敬、敬虔、甲做伙对上帝有一个分寸的时阵，做好事会来发生。
第三项，我要来讲的是诗篇61篇第50，又讲到一段话，讲上帝啊，我所希望你有听见，你有将产业收束敬畏你的名的人，敬畏上帝的名的人，会得到财富，伊的事业甲人生会得到丰盛。最后要来讲，叫做待遇好了。所以你若敬畏上帝，有三款的好处，一款叫做防保护，上帝帮助你着分，过来就是待遇好了。咱若去找一个头路，拢若讲待遇会好，所以咱会使安那做少少的事，然后咱的收入增加。上帝的讲就是安尼，当你将你的心愿对上帝讲的时，你若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我想你所希望嘛是下伫上帝的教导啦，毋是乌白希望的。你绝对是照上帝的国甲上帝意来计划。即款的祈祷，上帝要互你特别。所以开阔人生的境界，爱对尊敬最开始，敬畏上帝最开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最后要来用一个见证来做咱的结束。1988年结的婚，过去的老总统蒋经国过身去，迄暗的副总统叫做李登辉，暗时困袂去。台湾迄阵啊是真乱的时阵，伊困袂去，起来祈祷，然后上帝引带伊看一段的经文，伫诗篇73篇23到24节，又讲：我要甲你同在，牵你的正手，你要用你的话来引带我，以后要接我到阳光的内面。伊用这段话诚做伊咧做总统的鼓励，上帝互这段话诚做伊心中的快乐。当咱敬畏上帝了后，的确会出现一个平安。这个平安出来，会帮助你面对挑战无惊吓，因为主的确会帮助咱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愿咱兄弟姊妹拢听会到上帝的声音，愿上帝的心意伫咱的心中诚做咱的心意。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较无祈祷，较无信心的充满，较无上帝话，较无听圣工，帮助阮来做圣工，来实践阮的信仰。因带兄弟姊妹伫教会内面，诚做主你的百姓，甲你的囝儿。因带阮感谢主，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